黃旗舉起。好，你一跳出嚟嘅時候咧，快閘嘅馬進優自在快喎。咁啊，再見到中間至開心啦，外邊啊帝豪歡星啊，中間頂佢嘅馬咧，仲有黃帽走上去第4位超勁寶寶，中間第5勁爽啊，埋邊啊欣樂人生啊，響外邊紫色眼罩嘅加州代表啦，內欄紅衫萬事靚啊，後邊嗰6匹馬啦，自由奔騰威威父子向尾5啊，後邊4隻貝貝龍加凡啊，尾衣黃衫係江南城啊，粉紅衫暫時殿後拍住佢咧，咁啊仲有隻桃花多嚟㗎。好啦，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放咗出嚟跑嘅馬呢，原來係進優自在喎。跟住喺第2位呢，咁啊有超勁寶寶啊，第3位外邊啊帝豪歡星啦，內欄第4，仲有呢隻欣樂人生啊，中間第5至開心，出邊第6加州代表，內欄第7紅衫萬事靚啊，馬林中間有勁爽啊，咁啊尾5呢，尾6到啦，外邊紅衫啊威威父子啊，等入邊嘅馬有紫色眼罩嘅加凡啦，黃衫就江南城啦，掟出去外邊追貝貝龍同埋桃花多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進優自在仲係貼欄佔先嘅，咁啊見到中間欣樂人生越逼越近啊，中間帝豪歡星亦都追緊，外邊上嘅嘛有加州代表啦，出邊啊威威父子啊，最後200米啦，埋邊進優自在呢，少少力弱啦，帝豪歡星呢個時候就撲上嚟，兩匹馬鬥緊啊，外邊加州代表岳高個頭都追啊，最後100米帝豪歡星咁啊先拔頭籌啊，第2名㗎嘛，埋邊進優自在加州代表第3，威威父子跑第4啊。結果頭場賽事，成組馬得一隻今季贏過，帝豪歡星咁啊結果贏馬啦，跑第2名放頭啊，進優自在第3，加州代表賽事4班12，馬熱第4啊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白衫橙帽向尾衣就係金風萬里嚟嘅，前面快嘅馬啦，見到埋邊超越名區，中間中華威威啦，外邊啊手錶之星啊，第4位最出嗰隻加冠王啊，第5位埋邊呢仲有吉祥寶啦，後多針嘅話，中間神居武士埋邊戴面箍紫色衫呢仲有關鍵所在啊，尾4喎金運來啊，後邊3隻啦，金風萬里，橙帽向尾3，尾衣就獵狐者勁啊，暫時殿後勇闖高峰嚟㗎，好啦轉緊彎嘅時候啦，超越名區就放中華威威啊第2位啊，第3位埋邊啊吉祥寶啦，手錶之星第4位啊，第5位就黃心啊加冠王啦，內欄戴面箍關鍵所在啦，攞出去外邊呢有金運來啊，最出嗰2隻啦，金風萬里，最出外邊仲有隻勇闖高峰啊，最後300米啦，超越名區拋嚟咗個幾馬位啦，中華威威唔多啦，中間上嚟有手錶之星啊，出邊仲有加冠王，大外都勇闖高峰都追緊啊，最後100零米超越名區仲有1個馬位優勢，手錶之星第1隻上嚟，外邊追仲有勇闖高峰，最後50米啦，中間手錶之星，外邊勇闖高峰，兩匹馬需要影相啊，第3名埋邊超越名區，中間係加冠王啊，結果呢場賽事相當接近啊，咁啊手錶之星追緊埋邊超越黃旗舉起幾步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有陽光寶貝果然僥倖啊，出邊呢就鼓浪好友啦，最出有2隻啊，黃衫海陸寶啊，藍衫搶咗喺前面呢就係嗰隻天星嚟㗎，咁啊外邊威力飛單啊白衫啦，後啲嘅馬啦，粉紅帽粉紅袖實在美麗啊，出邊啊精算激流啊，後邊嘅嗰4匹馬啦，有黑白響尾4。尾3黃衫啊4起了，尾2閃光燈啊，暫時殿後係進河灣嚟嘅。好啦，咁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天星就貼欄放嘅，海陸寶啊第2位啊，第3位㗎嘛，咁啊見到外邊係陽光寶貝啦，埋欄第4呢仲有呢隻鼓浪好友啊，中間第5黑衫果然僥倖啦，埋邊側起個頭啊實在美麗啦，戴面箍紅帽嗰隻呢就黑白啊，外邊精算激流啊，尾3最出嗰隻啦就係閃光燈啊，咁啊中間尾2黃衫呢仲有4起了啊，包咗落尾係進河灣嚟㗎。好啦，最後300米。到啦，前面天星仲有半個馬位優勢啊，海陸寶呢咁啊片嚟片去追緊佢啊，再見到最出啊閃光燈爆緊上嚟啊，出邊仲有4起了啊，最後100零米天星仲有半個馬位優勢啊，海陸寶第2位最出4起了衝埋上嚟，中間仲有閃光燈接近終點一出即勝啊，天星啊跑第2名海陸寶，第3名閃光燈，第4名外邊呢係嗰隻4起了嚟㗎，咁啊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天星都係擺咗喺前面放啦，咁啊結果就海陸寶都係初出，黃旗舉起隨時起步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，大家都平排躍出啊！快閘嘅馬內欄位置金將啦，數中間粉紅眼罩威武年代，中間紫色衫呢仲有肥仔精神，外邊紫色衫紫色帽龍城強將啊！最出呢仲有隻貓山王啊，埋邊攝埋上去啊！灰色衫星河勇子啦，外邊橙衫仲有準輝王啊！後多層嘅馬啦，淺藍衫橙帽係嘉應巨星啊！內欄黃衫第一尾5有開心宇宙啊！後邊4隻新力驕龍民邊影風神啊！暫時殿後係富貴區嚟㗎，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放咗出嚟跑嘅馬係威武年代啊！紫荊歡呼第2位啊！
第3位嘅馬內蘭有星河勇士，中間橙衫準輝煌啊，外邊位置就龍城強將啊，後多層嘅馬啦。內蘭大約跟住個第6位有金將啦，出邊肥仔精神啦，中間藍衫橙帽係嘉應巨星啊，後啲嘅馬匹啦有新力嬌啦，內蘭黃衫開心宇宙啊，後啲嘅馬龍民邊影富貴區風神啊，外邊係貓山王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啦，威武年代有少少嘅優勢啊，紫荊歡呼就開始拍上嚟追佢啦。再見到中檔位置準輝煌上啦，出邊仲有龍城強將啦，外邊呢仲有肥仔精神龍民邊影嗰啲馬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威武年代仲係佔先嘅，紫荊歡呼起勢咁追緊佢啦，外邊肥仔精神亦都上咗少少啊，出邊位置整嘅風神上緊嚟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威武年代鬥緊紫荊歡呼，外邊殺上嚟有風神啊，入邊嘉應巨星風神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嘅馬呢，威武年代埋邊嘉應巨星啊追咗上嚟，中間係紫荊歡呼啊，結果今場呢隻風神嚟一個大變身，縱使大外檔追，咁啊直路上面熱係10啊！好，嚟日起步嘅時候啊，大家都平排約出㗎啦，贏得自然快越野大師內蘭第2位，中檔嘅運來勇士第3、第4位，外邊呢仲有機械騎士啊，第5位就御有進區啦，內蘭淺藍衫就係星火燎原啊，馬林中間橙衫荷花之星，外邊呢仲有火神神樂啊，最出啊辣得準啊，尾3係兩區好友啊，內蘭尾子超加加暫時殿後黃衫係逆市奇葩嚟㗎，過咗呢個800米段處啦，贏得自然得佢自己放咋，跟獎第2位就運來勇士啊，第3位嘅馬有機械騎士出邊勒得準啦，內蘭第5嘅馬呢，仲有呢隻越野大師啊，中間係御有進區啊，外邊騎上去啦，咁仲有逆市奇葩啦，等緊入邊喎，淺藍衫呢，內蘭嗰邊啊，咁啊仲有星火燎原啦，後啲先有火神神樂啊，同埋超加加嗰啲馬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贏得自然，拋離咗大約有個幾身位㗎啦，中間位置就運來勇士追佢，中檔有機械騎士啊，馬林中間上緊嚟有星火燎原啊，最出仲有隻御有進區啊，最後100零米啦。贏得自然，走甩咗大約有3個馬位㗎啦。後邊嘅馬呢，運來勇士第2位超加加追咗上去，中間仲有辣得準，贏馬嗰筆係贏得自然啊！跑第2名超加加，運來勇士啊，似乎第3，機會高過一隻辣得準喎。結果今場賽事咁啊都係減咗啲磅，又擺咗喺前面走，咁啊黃寶利再喺泥地贏馬，贏得真係好傑。黃旗舉起，隨時起步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，大家都平排約出啊！快閘嘅馬內蘭位置金將啦，數中間粉紅眼罩威武年代，中間紫色衫呢，仲有肥仔精神，外邊紫色衫紫色帽龍城強將啊！最出呢，仲有隻貓山王啊，埋邊攝埋上去啊！灰色衫星河勇士啦，外邊橙衫仲有準輝煌啊！後多層嘅馬啦，淺藍衫橙帽係嘉應巨星啊！內蘭黃衫第一尾5有開心宇宙啊！後邊4隻新力嬌龍民邊影風神啊！暫時電流係富貴區嚟㗎，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放咗出嚟跑嘅馬係威武年代啊！紫荊歡呼第2位啊！第3位嘅馬內蘭有星河勇士，中間橙衫準輝煌啊，外邊位置就龍城強將啊，後多層嘅馬啦，內蘭大約跟住個第6位有金將啦，出邊肥仔精神啦，中間藍衫橙帽係嘉應巨星啊，後啲嘅馬匹啦有新力嬌啦，內蘭黃衫開心宇宙啊，後啲嘅馬龍民邊影富貴區風神啊，外邊係貓山王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啦，威武年代有少少嘅優勢啊，紫荊歡呼就開始拍上嚟追佢啦，再見到中檔位置準輝煌上啦，出邊仲有龍城強將啦，外邊呢仲有肥仔精神龍民邊影嗰啲馬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威武年代仲係佔先嘅，紫荊歡呼起勢咁追緊佢啦，外邊肥仔精神亦都上咗少少啊，出邊位置整嘅風神上緊嚟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威武年代鬥緊紫荊歡呼，外邊殺上嚟有風神啊，入邊嘉應巨星風神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嘅馬呢，威武年代埋邊嘉應巨星啊追咗上嚟，中間係紫荊歡呼啊，結果今場呢隻風神嚟一個大變身，縱使大外檔追，咁啊直路上面一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自強不息搶啦，喺佢隔離呢，埋邊位置綠心啊平凡呢個呢就係假面騎士啊，咁啊都放咗出嚟㗎啦。再見到中間蒸蒸日上得心之願，外邊海船時光內蘭自有心得啊，最出係赤霞啦，紫衫喺外邊呢就百里王啊，後呢個馬匹啦，尾4係自跑得啊，尾3內蘭起旺區呢，外邊尾2海洋帝君啊，暫時殿後花果猴王嚟㗎。好啦，咁啊過咗呢個800米段處啦，放咗出嚟嘅馬係自強不息啊，咁外邊呢海船時光已經
經係拍咗上嚟啦。第3位有得心之餘啦，埋邊63仲有假面騎士啦。再見到中檔位置啦，咁啊慢慢上一啲蒸蒸日上喎，淺藍衫啊，外邊啊赤霞後啲噶嘛，中檔位置黃衫起黃區攞出去，外邊有自跑得，再後邊有花過猴王嗰啲馬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自強不息佔先，中間蒸蒸日上追緊啦，外邊得心之餘上緊啦，埋邊呢仲有隻假面騎士啊，最出嗰邊啊仲有自跑得啦，同埋花過猴王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自強不息鬥緊蒸蒸日上嘅時候啊，內欄假面騎士上咗嚟啊，出邊有得心之餘啦，外邊追嘅馬呢仲有隻自跑得啊，最後100米蒸蒸日上透出咗，埋邊自強不息打翻出嚟，兩匹馬相當接近啊，睇下邊隻贏得到啦。第3名嘅馬呢，外邊位置假面騎士，中間呢仲有黃衫嗰隻起旺區啦，出邊得心之餘最出係自跑得啊，贏馬嗰隻要影相喎。2睇1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噶嘛，狀元及第啊，咁啊中間仲有合夥奔馳啦，內欄第3位紅衫就係賢者無敵啊，第4位飛鷹翱翔啊，外邊第5仲係幸運有利啦，後邊3匹馬淺藍衫神虎龍區啊，黃衫尾衣就魔術控制啊，暫時電腦個馬匹呢係嗰隻陸續無限嚟㗎，咁啊轉呢個呢香港體育院灣啊，前面放頭嘅馬匹呢就係合夥奔馳啊，飛鷹翱翔嘅第2位，賢者無敵咬住第3，狀元及第4，第5位埋邊神虎龍區。第6位幸運有利，魔術控制，黃衫響尾二啊！暫時電流仍然係陸續無限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前面合夥奔馳佔先啦，飛鷹翱翔第2位啦，埋邊有賢者無敵啊，狀元及第4啊，埋邊第5仲有神虎龍區，後邊3隻幸運有利，最出係魔術控制，後邊呢仲有隻陸續無限啊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合夥奔馳同埋飛鷹翱翔都騎緊㗎啦，外邊追上嚟啦，就幸運有利啊！再見到後多層啊嘛，魔術控制咧，入邊上咗少少，仲有隻神虎龍區，最後100零米，幸運有利一比落去，就已經將後邊嘅對手掟甩晒，贏出呢場賽事。合夥奔馳跑第2，飛鷹翱翔第3、第4名嘅馬呢，外邊陸續無限，同埋入邊賢者無敵需要影相啊！結果呢隻幸運有利上場贏完同一個路程㗎啦。今場賽事原裝配搭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咁啊，見到就中外檔嗰啲啊，美麗邂逅啦，出邊啊3強啊，中間呢仲有進翼快車內欄朗日自強啊，黑衫走埋上去喎，大師爺嚟㗎，咁啊後多浸㗎嘛，駿馬之光啦，橙衫係穿甲戰鷹啊，內欄63啊艾比奧啦，後邊嗰6匹馬啦，有出邊呢粉紅帽就彭財啦，中間唐不甩咧就頂一頂佢啊，後邊4隻鐵金剛無限勝利，尾二係滿歡笑啊，暫時殿後粉紅衫係龍之光嚟㗎，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啊。放咗出嚟跑嘅馬係美麗邂逅啊，3強響外邊嘅第2位啊，第3位埋邊呢就朗日自強，中間第4係進翼快車啊，外邊黑衫第5位呢仲有大師爺啦，第6位橙衫嗰隻就係穿甲戰鷹啊，響出邊仲有駿馬之光啦，咁啊後多層啊嘛，內欄艾比奧啦，彭財粉紅帽響外邊嘅3位噶啦，後啲嘅跟住佢跑仲有鐵金剛，中間呢仲有唐不甩啊，內欄尾3無限勝利，尾二滿歡笑，揈到最出仲有隻龍之光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美麗邂逅拋嚟咗個幾馬位啦，中間有3強啦，進翼快車啦，出邊彭財都追緊啊，最出位置仲有鐵金剛，馬林中間係穿甲戰鷹，最後200米鐵金剛外邊冚上嚟，追緊埋邊美麗邂逅，中間穿甲戰鷹彭財亦都加入戰團，最後100米穿甲戰鷹透出咗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嘅馬呢，相當近啊，外邊鐵金剛一路壓住咗中間嘅彭財，埋邊跑第4名呢係美麗邂逅啊，結果今場賽事。穿甲戰鷹都終於打開勝利之門啦！外邊冚上嚟，鐵金傑睇下10定11啦。好，嚟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呢，見到中間位置黃衫就係人心星啦，響佢出邊就右龍串鳳啦，埋邊第3位有包裝創新，中間第4發財先鋒啊，第5位出邊呢就難以置信啦，在馬林中間淺藍衫平凡騎士啊，內欄紅衫黃黃地色帽嗰隻就安宇啊，後邊嗰陣啦，出邊紅眼罩揈下條脷嗰隻呢就喜連勇敢啊，咁啊後邊4匹馬上拼常勇一先生啊，63係有目共賞啊，外邊拍住佢呢仲有隻彈球開心嚟。好啦，接近呢個1200嘅段柱咯，前面放嘅馬呢就係呢隻人心星啦，右龍串鳳呢就跟住個第2位啊，第3位嘅話外邊呢有難以置信啦，內欄第4係包裝創新啊，第5位發財先鋒，第6位出邊喜連勇敢，埋邊紅衫第7仲有安宇啊，馬林中間淺藍衫呢就平凡騎士啊，尾4內欄呢黃衫係一先生，出邊啊常拼常勇啊，後邊2匹馬有目共賞，咁啊暫時殿後仍然係紅衫嗰隻彈球開心嚟噶，好啦過呢個800米嘅
段處啦，睇嚟個步速都唔方快㗎啦。人心聲仲係放緊㗎，跟住第2位就難以置信啦。第3位埋邊有包裝創新啦，中間遊龍串鳳啊，再喺外邊係喜蓮勇敢啦，內欄位置仲有安宇啊，中間係發財先鋒，等入邊黃心嘅一先生，中間淺藍心平凡騎士攞出去外邊爆啦，常拼常勇有目共賞同埋最出彈球開心㗎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人心聲拋嚟咗個幾碼位㗎啦，中間位置遊龍串鳳同埋喜蓮勇敢一齊上緊啊，出邊有彈球開心，馬林中間平凡騎士啊，最出仲係隻有目共賞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彈球開心冚咗上嚟，出邊位置仲係隻有目共賞啊，埋邊就喜蓮勇敢，最後100米到有目共賞外邊冚晒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係彈球開心啊，第3名喜蓮勇敢，第4名外邊係平凡騎士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有目共賞咁啊後發先至啦，彈球開心出咗頭先噶啦，咁啊但係外邊冚上嚟就係呢3班1006，大熱係4。好嚟日起步嘅時候，光年魅力就慢咗一隻白衫響後邊啊，前面快噶嘛，歲歲有福埋邊奔放，中間大浪淘田啊，第4位啦，內欄搶咗上嚟呢，有壯志凌雲啦，出邊紫色衫係神池啊，大約跟住個第6位黑衫係立百川啊，嗱晚晝第7位呢，仲有呢隻標誌宇宙啦，內欄走翻上嚟係光年魅力啊，後邊嘅6匹馬有仗義啦，確好勁啦，尾4個位置係金陽飛區啊，後邊3匹馬金勝名區皇仁歡星啊，參時殿後係春風萬里嚟㗎，咁啊過呢個1000米嘅段處咯，前面放嘅馬呢，就係呢隻奔放啊，歲歲有福就響佢外邊嘅第2位，第3位嘅馬埋邊有壯志凌雲啦，中間第4大浪淘田啊，出邊紫色衫係神池啊，再後多層嘅馬啦，大約第6位啦，出邊藍晚晝有標誌宇宙，中間黑衫係立百川啊，內欄白衫，咁啊仲見到馬匹有光年魅力啊，後啲嘅馬啦確好勁仗義，咁啊再內欄尾4黃衫係金陽飛區啊，尾3係金勝名區啦，後邊一對粉紅衫嗰隻呢，就春風萬里啦，就拍住黃衫呢，就皇仁歡星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奔放仲係佔先嘅，一攝入去啦，有呢隻壯志凌雲啊，等入邊嘅馬呢，仲有光年魅力啊，外邊追有神池啊，出邊上嚟仲有呢隻標誌宇宙啊，後多層嘅馬就春風萬里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外邊冚上嚟標誌宇宙喎，再見到中間鬥緊有神池啊，出邊上仲有立百川，埋邊係光年魅力啊，最後100米到啦，標誌宇宙將後邊嘅對手越拋越甩，贏出尾場賽事，立百川第2，第3名係光年魅力，第4名神池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標誌宇宙都真係相當有驚喜啊！一路都係跑1400，今次第一次挑戰上嚟1006米就即。多謝大家收睇啊！如果你中意我哋呢條片嘅內容嘅話咧，可以撳一撳 subscribe 呢粒掣，然之後可以開起埋隔離個小鈴鐺，咁樣你就可以最快最新咁樣收到我哋嘅資訊啦。如果你有啲咩想同我哋交流嘅話，即管喺下邊留言，我哋見到就會即刻覆你噶啦。多謝大家。